今仔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，将会透早5点宣布对台湾展开联合大击2024B的演习，一直到昨昏暗时6点宣布演习完成，拢总是差不多13点钟。国军有侦查到125架次的中国军机创下过一天的新高。中国外交部回应讲，台湾若独立，台海就袂和平。因咱国国防部表示，就算是演习结束，咱国军也是常态戒备，袂因为军演结束就来放令。中军释出联合利剑2024B演习示意影片，范围包含全台，强悍意味真高。美国国务院观测，这可能引起局势升级的风险。中国外交部回应，台独甲台海和平追悔不容。台独势力的挑衅必然会遭到反制，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，停止武装台湾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这是总统大清的5日空上任以来，中共军方进行的第2摆伟大军演，也是反制上一国庆的新两国论。陆海空三军火箭军强军南机，正确方向接近台湾联合突击，重点演练海空战备精神，要讲要挟防空对海对陆打击，夺取综合地权。这次演习并非针对台湾同胞，我们愿以最大诚意、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。结合中间地带中国海警对日执法，第1摆公布4个编队逆时钟西台一练，针对4架海警船超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咱的限制水域，海巡甲国军联手全程监控，海巡舰艇也到场处理双方互相对立。佮公布宜兰舰注意中国海警1305舰队的相片，以一艘巡防舰搭配一艘巡防艇，采2对1的方式。全程掌控中共海警船的动态。国军查到125架强机创一支新高，中共也宣布，航南辽宁号导致伟大军演出现台湾东南部外海，国防部将下辽宁号配合演习，对台湾东西两边造成军事压力。它的存在还带了舰载的飞机，我想配合这一次联合利剑2024B。的确形成了一个在东西两侧对我们造成一定的这个军事压力。经过差不多13点钟，中国解放军第昨暗时6点宣布军演结束。BBC 指出，为今年1月总统大选到8月之间，中国平均每个月14、3到4摆联合战备警巡，显示已经倾向常态化。路透社也示警，中共模拟封锁台湾北部、南部港口甲国际航道，阻止外国势力介入。国防部表示，就算演习已经结束，国军依然是常态戒备，袂因为军演结束就放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